北海道先有嘅便利店，而且食品都係當地最地道嘅北海道風味。介紹你Sago必買嘅5樣產品。粟米銅鑼燒係Sago嘅招牌甜點之一，北海道牛乳製成，經典嘅銅鑼燒外皮加埋粒粒分明嘅粟米，口感清爽甜味，必試。298yen就買到100%生魚，而且成分無調整嘅牛奶，口感十分香濃，而且好有層次，簡直好似牛奶糖喺口中融化嘅感覺。嚟到北海道一定要大飲特飲。之後呢個係我超級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買，係佢哋自家製嘅楓糖脆條，每一條都灑滿超多嘅砂糖，而且口感超級脆，5分鐘都唔使我就食晒啦，後輩冇買多幾包啊。Hot Chip 系列自家現炸薯條，用北海道當地嘅馬鈴薯新鮮即炸，口感紮實熱辣辣，想試北海道薯仔最原始嘅味道，一定要買啊！除咗食品之外，佢哋仲推出自家製嘅 T 恤㗎，佢嘅系列 Hot Chip 咧我就最中意啦，好多櫻花妹都有着㗎，簡直係手信嘅必備之選。以上介紹嘅都係北海道限定產品，大家嚟到北海道記得一定要去 Sago Market 睇下啦。想睇更加多日本嘅旅遊資訊分享，記得 follow 我 IG 啦，依作嘅，拜。